后来即摆网络顶咧卖物件出现着真侪诈骗，尤其是职业式的广告，有侪民众落订单、注文、付钱，但是领到假包裹。警方来追查，结果发现竟然是14间的仓储物流公司甲境外的诈骗集团合作共骗钱。警方带回着18个人以上侦办。检开职业式广告，对方爱你加入咱的好朋友来买减肥产品，直到付钱领货，才发现收到假包裹，不过钱已经叫过去。警察发现真侪民众伫咧网络职业式广告买物件叫诈骗，除了减肥的产品，还有手环、茶米、含蜜。群众迅速追查，嫌犯竟然是送废弃公司。我们先去办公室一下。看他办公室，警察弄门搜证，调查相关文件和小铺的记录，发现涉案的物流公司拢总14间，因和国外诈骗集团合作，替行运送假的包裹，代收汇款，钱收到就把钱汇给诈骗集团，佮汇102.3亿给拍广告公司，非法赚1840万。涉及诈欺及地下汇兑等罪嫌，具体通知廖姓等14家公司负责人及干部等18人到案。检警所涉，甲公司负责人拢总18个人，以涉嫌违反银行法等罪嫌以上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